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月15，诗篇37篇7节安尼讲：着真正伫上主面前吞忍停候，毋通因为歹人的计谋成功来不平。撒甲来祈祷，爱阮吞忍停候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无比尊贵、极其荣耀、全然圣洁的上帝，你监察全地，掌管一切地上的万物。伫你全能的圣手庇佑下，阮通安然徛起。阮要献上深深的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，伫阮的生活中，阮常常会拄到艰难的挑战，经历患难的临到，甚至是歹人的计谋甲陷害。主啊，阮会伫艰难中来埋怨，伫患难中来提靠，甚至因为歹人的通达来不平。总是你爱阮着静静伫你的面前吞忍停候，毋通因为歹人的计谋成功来不平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伊监察全地，掌管万物，咱就伫伊的面前吞忍停候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